今朝来看孙子，先拿只台子敲一敲，实在看不下去噻。原来那一类也歇着了，一道来还不发现来上阳山来了的咋？啥道理？三爷们喊我用不到一件毛新衣裳噻，新3年旧3年，缝缝补补也3年。那你看呐，还不住了几浪呢？啊，看见？人家有换点新花样出来嘛，上阳山怪啊是个嘞。屋里向2个33句话，1个人3句话，落个肯像安排搿样出台中心。两三个出的，国台不统一也不算个，你都为建设社会主义路啊，否则那个退休工资落得来。那现在一个吃家哈，还不来这还不行哈？不干了啦，吃地了，一俺在吃地了呀，不能抢了还，快点快点我吃。哎呀，我去吃地，我分哪地？那个别个总归比那个作用是的，总算还偶一特些出。儿子我就做了，现在要查税准备，帮我审眼美国签证的事体证、身份证、豪宅、结婚证、退休证、户口簿、资产证明、抽头营人单、面试申请、面试预约单、房产证、隐私证，一搞一档谁了海子，阿去的人工还要看美国人的面孔，自家也挖得起玩。想想你都还难呀！老百姓在了书生好日当中之一，大家侪选得去慰问，930万平方公里，哪夹得牢？签证的事体高一高，现在在伦敦路去挖出脱一道，西花江单子，后地太香，新闻端打是有对送的饼干。你像对送人家不是批发是弄得来个吧？这是讲爱的。哦，那到会用的饼啦。另一，那写啥不写？一包肉包。哎，那个我谁是刚才他抽出过来啊？日本鱼饭喽，好的。今朝分派来啊，起码40年分吃上一场海个肉的饼子。你死了嘞！关脱茶坊1条干线高，关脱西城2条三乡路，关脱光明村100条淮海路，不是啥事轰出了南汇城，直接到了黄浦江里。看看，作为一种传统东西，真的不能推广给了。我今朝今日通知到对送的饼来了，3个卷头干混啊！我想回松子啦。哪里的？我分打出米来了。那天弄个大皮汤，你在旁边吃那个还吃零个。还送爱的。你都自家这么多海了过来儿子长，哎呦，那个啥馒头吃？对送的，那这拿几只吃？一站上才毛脱肉啊！搿么一定我知道。看个，俺是毛分到黄母娘娘吃。哼，俺现在也不肯呀，毛得再多还是放米饭我个西上，按照你自家吃。